被霍家收養嘅第12年，佢哋失蹤多年嘅親生女霍欽終於返咗嚟。知道霍欽呢啲年過得無比淒慘之後，霍家人亦逐漸對我生出一種難以掩飾嘅怨恨。佢哋覺得，如果當年冇收養我，如果佢哋可以將更多心力放喺尋找霍欽身上，霍欽可能就唔使捱咁多苦。養父母打算叫我搬離霍家，卻俾正在外國讀書嘅霍尋及時阻止。4年後，霍尋唔理所有人反對，堅持同我結婚。嗰陣嘅我以為佢始終仲念住我哋一齊長大嘅情分，卻唔知道佢娶我根本唔係因為愛，而係想將我留喺身邊，慢慢折磨。新婚嗰晚，佢冷冷淡同我講：霍欽喺外邊捱咗咁多年苦，林溪園，你一定要用餘生替佢贖罪。結婚第3年，我哋爆發咗一場前所未有嘅爭吵。盛怒之下，霍尋將我一個人吊喺高速公路旁邊。我沿住緊急行車線向前行咗唔夠10分鐘，身後就發生咗一場連環車禍。失控貨車撞穿護欄，將我捲入一片刺眼火光裏面。再次擘開雙眼嗰陣，我發現自己返到19年前，重新企喺嗰間熟悉嘅福利院大堂，又一次見到嗰對過嚟領養細路嘅年輕夫婦。我呆呆企喺原地，直到旁邊一個小女孩忽然掩住鼻，大聲嗌：院長，林溪園賴濕咗條褲，好核突！低頭見到沿住褲腳一路蔓延開嘅水迹，我先意識到自己真係返到6歲呢一年。周圍啲細路全部望過嚟，有人掩住嘴笑，有人嫌棄淡走去旁邊，仲有人故意拖長把聲重複嗰句奶濕褲。驚呼聲好快引嚟院長、宿舍阿姨同嗰對衣着不凡嘅年輕夫婦。宿舍阿姨匆匆走過嚟，皺住眉問：林溪園究竟咩事？我只係低住頭，一句說話都冇講。佢見問唔出答案，只好先帶我返宿舍換衫。換好乾淨褲之後，我掩住個肚，細聲話：李阿姨，我個肚有啲唔舒服，可唔可以唔落去？李阿姨皺起眉頭，壓低聲提醒我，啱啱嚟嗰個男人係霍氏集團繼承人，佢今日可能會喺你哋之中揀一個細路做女，所有人一定要到場。契園，聽話跟我落去。我當然一早就知道樓下嗰個人究竟係邊個，正正因為知道，我先更加唔想返去。上一世就係喺呢一日，霍家喺福利院揀中咗我。之後12年，佢哋的確將我當成親生女一樣疼愛，但係嗰12年幸福，最後全部變成套喺我身上嘅罪名。霍欽受過每一分苦，霍家人都覺得同我有關。就算佢失蹤唔係我造成，就算當年領養我都係佢哋自己選擇，到最後我仍然成為嗰個霸佔霍欽人生、搶走霍欽親情同資源嘅罪人。諗起霍尋企喺高速公路旁邊，冷眼望住我落車嗰個樣，我手指尖控制唔住啖發冷。嗰一刻，佢明明知道外面正落住暴雨，明明知道嗰段高速公路附近根本冇出口，卻仍然鎖上車門，毫不猶豫啖離開咗。我唔可以再返霍家，我已經死過一次，欠佢哋嘅全部都還清晒。但依家我只係一個6歲細路，冇資格拒絕院長安排，更加唔可能講出重生呢種荒唐理由。最後，我仍然俾李阿姨拖住隻手帶返大堂，所有細路都已經排好隊，個個挺直腰板，用期待又緊張嘅眼神望住霍家夫婦。霍先生後生英俊，着住剪裁講究嘅深色西裝，舉手投足之間都透住長期身居高位嘅從容。霍夫人就着住一條米白色長裙，五官溫軟，眼底卻藏住點都掩飾唔到嘅憔悴。行喺兩公婆身邊嗰個小男孩，着住黑色恤衫，眉眼冷淡，神情高傲，正正就係8歲嘅霍尋。明明只係比我哋大2歲，佢身上卻已經有一種同年紀完全唔相符嘅疏離感。同福利院裏邊呢啲着住舊衫、面上帶住歉意嘅細路相比，佢好似嚟自另一個完全唔同嘅世界。
我靜靜企到隊伍最後，希望霍家人根本留意唔到我，但命運偏偏好似唔肯放過我。霍夫人沿住隊伍慢慢行過，最後仍然好似上一世咁喺我面前停低。佢彎低腰，柔聲問：小朋友，你隻手做咩？我跟住佢視線望過去，呢刻先發現衫袖捲咗起嚟，露出手腕上一塊淡淡瘀痕。嗰個係幾日前俾福利院大細路推跌嗰陣留下。我即刻放低衫袖，但係因為動作太急，鼻腔忽然湧出一陣熱流，鮮紅鼻血沿住鼻尖流落嚟，滴喺衣領上。點解會流鼻血？霍夫人神情即刻變得關切，我掩住鼻，搖咗搖頭，唔知道。我成日都係咁，其實鼻血唔係突然流出嚟。頭先落樓嗰陣，我故意喺樓梯扶手撞咗兩下鼻梁。我記得上一世霍夫人之所以留意到我，就係因為我企喺陽光下，安靜乾淨，仲有一雙令佢諗起霍欽嘅眼睛。所以呢一世，我故意整濕條褲，又將自己搞到狼狽不堪，只希望佢會嫌棄我。頭先笑我嗰個女仔即刻湊過嚟，熱情淡向霍夫人告狀。阿姨，佢頭先仲瀨濕咗條褲，大家全部都見到。霍夫人聽完，眼底果然閃過一絲遲疑，佢冇再問落去，只叫李阿姨帶我去處理鼻血。霍尋企喺阿媽身邊，目光淡淡由我塊面掃過，佢冇認出我，更加唔可能知道上一世嗰個俾佢娶返屋企，又親手逼上絕路嘅女人，依家就企喺佢面前。過咗一陣，佢就冷漠淡移開視線，好似我只係一個毫不起眼、同佢冇任何關係嘅陌生人。嗰一瞬間，我心口積壓咗好耐嘅痛苦忽然散開咗少少，咁樣就最好。只要佢唔揀我，只要我哋唔再成為兄妹，以後就唔會有嗰段荒唐婚姻，亦唔會再有高速公路上嘅生離死別。最後，霍家揀中另一個同我年紀差唔多嘅女仔，佢叫沈星，生住圓圓塊面，同一雙明亮大眼。院長叫出佢個名嗰陣，佢先呆住，之後露出難以置信嘅笑容。佢小心翼翼行到霍家夫婦面前，既興奮又忐忑，兩隻手緊張淡攢住三角，目光牢牢落喺呢班好似從天而降嘅家人身上。美麗優雅嘅阿媽，卓爾不凡嘅爸爸，仲有高冷靚仔嘅哥哥。小女孩眼裏寫滿對未來嘅憧憬，就好似上一世嘅我，望住佢跟霍家人離開嘅背影，我冇劫後餘生嘅喜悅，心裏反而生出一絲複雜擔憂。沈星唔知道霍家嘅疼愛係有期限，等真正霍家千金返嚟，佢今日得到嘅全部都有可能變成罪證，但我冇辦法阻止。依家嘅我只係福利院一個6歲細路，既唔可以跑過去話俾佢知將來會發生咩事，亦唔可以要求霍家放棄領養。我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喺心裏默默希望，既然我嘅選擇改變咗，可能其他人嘅命運都會跟住改變。上一世霍家之所以嚟福利院，係因為霍欽已經失蹤足足1年。霍夫人思慮成疾，終日以淚洗面，身體好快就垮咗落去。霍家請嚟一位幾有名望嘅大師，大師話霍夫人如果繼續過度思念，好可能會鬱結於心，甚至傷及性命。長期喊亦會傷眼。如果可以領養一個同霍欽年紀相近嘅小女孩，好好照顧佢，可能既能安慰霍夫人嘅心，亦可以替真正嘅霍家千金積下一份福報。霍家聽從咗呢個建議，好快就嚟到福利院。上一世俾佢哋帶走嗰個人係我，之後12年，佢哋的確將我視若珍寶。我住入寬敞光猛嘅房間，擁有以前諗都唔敢諗嘅新衫同玩具。霍夫人親自教我用餐禮儀，喺我病嗰陣，成晚守喺床邊。霍先生工作在忙，每次生日都一定會返嚟陪我吹蠟燭。就連性格冷淡嘅霍尋，都會喺我俾同學欺負嗰陣替我出頭，會喺雷雨天攬住枕頭守喺我房門外，會將我隨口講過想要嘅嘢默默放喺書台上。因為霍家優越環境，我學識鋼琴，
跳舞、劍擊同畫畫，精通4國語言，成績亦一直名列前茅。高中畢業後，我本來會去英國布朗大學留學，但就喺我18歲嗰年，失蹤咗13年嘅霍欽返嚟。所有人都以為霍家福報終於應驗，霍夫人抱住失而復得嘅親生女，喊到差啲暈低。霍先生一夜之間推晒所有工作，霍尋亦由外國匆匆趕返嚟。但短暫狂喜過後，霍家好快被更加沉重嘅悲傷籠罩。霍欽14歲白學，15歲俾人欺騙感情，16歲生咗一個不知所蹤嘅細路，17歲出外打工嗰陣，又喺非法診所失去一個腎。佢返到霍家嗰陣，啱滿18歲，面色蒼白，身體虛弱，眼神麻木到唔似一個青春正盛嘅女仔。霍家人點都冇辦法接受當年嗰個軟糯可愛、受盡萬千寵愛嘅小公主，竟然變成呢副傷痕累累嘅模樣。轉頭再望我呢個養女，我同霍欽年紀相近，卻健康開朗、明艷大方。我識彈琴，識跳舞，懂禮儀，成績優異，擁有霍欽本來應該擁有嘅一切。嗰種咁鮮明嘅對比，深深刺痛咗我養父母2個人嘅心。佢哋理智上知道霍欽受過嘅苦唔係我造成，但感情上卻始終控制唔到自己，開始將怨氣發洩喺我身上。霍欽返屋企第7日，霍夫人叫我入書房，話霍家唔會再負責我出國留學嘅費用。唔單止咁，佢仲希望我盡快搬出去。佢話霍欽每次見到我，都會諗起自己失去咗嘅人生，為咗令親生女安心養病，佢哋就只可以暫時委屈住我。我冇爭辯，亦冇喊冇鬧。霍欽嘅遭遇唔係因我而起，但面對佢嗰陣，我仍然難免覺得內疚。我的確係因為佢失蹤先入到霍家，亦的確因為佢過咗12年衣食無憂嘅生活。依家霍家真正嘅大小姐已經返嚟。無論點講，我都冇理由再霸住佢嘅位置，所以我主動放棄留學，搬入學校附近一間細細嘅租屋。只係我冇諗到，3個月後喺英國讀緊書嘅霍尋突然趕返國內，佢完全唔理父母反對，用極之強硬嘅態度將我接返霍家，又用足成晚說服養父母，叫佢哋同意俾我留低。嗰陣我唔明霍尋點解要咁做。我以為佢只係念住我哋一齊長大嘅情分，唔忍心睇住我俾霍家拋棄。我一次又一次同佢講，搬出去係我自己決定，唔係父母逼我，但係始終唔肯放我走。最後因為佢極力堅持，我重新住返入霍家。後來我先知道佢留低我根本唔係想保護我，而係因為霍欽憎我。佢要將我留喺霍欽睇得到嘅地方，等我一點一點償還嗰份根本唔屬於我嘅罪。依家重新活多一世，我終於避開咗嗰條通往悲劇嘅路。霍家嘅車駛出福利院後，我企喺窗邊望咗好耐，直到嗰架黑色私家車完全消失喺街角，先慢慢鬆開一直攢實嘅手指。留喺福利院其實都冇乜唔好，雖然我身體只係得6歲。心智卻已經係一個經歷過死亡嘅成年人。我識得點樣保護自己，亦知道應該點讀書。等升上初中同高中，我可以幫人補習，可以利用假期做散工，亦可以努力爭取獎學金。只要順順利利讀完大學，我亦完全有能力靠自己養活自己。冇咗霍家嘅錦衣玉食生活，亦就冇之後嗰筆點都計唔清嘅債。諗到呢度，我第一次對將來生出一份踏實嘅期待。我已經做好長期住喺福利院嘅準備，點知只係過咗半個月，福利院又嚟咗3個不速之客。星期六朝早，李阿姨緊急召集所有細路去休息室集合。呢種情況通常代表又有領養家庭到嚟。果然冇幾耐，院長就陪住一對年輕夫婦行入房。啲細路個個企得筆直，用期待嘅眼神望向門口，個個都希望自己可以成為下一個嬸星。只有我睇清楚嗰對夫婦塊面後，驚訝到成半日都回唔到神。佢哋點解會嚟呢度？跟住
一張更加熟悉嘅面孔由兩人身後探咗出嚟。個小男孩着住藍白相間嘅運動衫，眉眼明亮，面上帶住收都收唔住嘅興奮。嗰個係8歲嘅季東野。上一世我俾霍家收養後冇幾耐，有一次喺別墅區玩，俾幾個小男孩圍住，佢哋聽講我係霍尋新領養嘅妹妹，覺得十分新鮮，爭住問我願唔願意去佢哋屋企做妹妹。季東野就係當中鬧得最犀利嗰個，我當時性格怕醜，完全冇理過佢哋。後來聽講季東野返屋企後纏住父母，點都要佢哋領養一個妹妹。季夫人拗唔過佢，的確嚟過呢間福利院，但唔知因為咩原因，最後冇辦得成領養手續。依家諗返，季東野大概係喺屋苑見到俾霍家帶返去嘅嬸星，又纏住父母嚟福利院。既然上一世季家領養唔成功，今次大概都唔會例外。我只係安安靜靜企喺角落，冇將呢件事放喺心上。上一世我同季東野唔算熟，只係因為住喺同一個別墅區，佢又係霍尋同學，大家先勉強認識。真正令我記住佢嘅係霍欽返霍家後發生嘅一件事。嗰陣霍家取消咗我留學計劃，我有自知之明，準備報考本地嘅 A 城大學。點知遠喺英國讀緊書嘅季東野知道後，特登打電話俾我，話佢願意負責我全部留學費用。我非常驚訝，始終我同佢唔熟，留學費又唔係一筆小數目，我唔敢隨便欠低咁大人情，只可以果斷拒絕。幾日後，佢竟然特登搭飛機返國，當面再勸我一次。我仍然冇答應，但一直將佢呢份善意牢牢記喺心裏。所以喺我印象入面，季東野雖然同樣係含住金鎖匙出世嘅豪門少爺，但佢比大部分同齡人熱心，亦更識分寸。我正諗到出神，一把稚氣嘅聲音突然傳入耳仔。咦，你叫咩名？我抬起頭，抬呆望住企喺面前嘅小男孩。季東野個頭同我差唔多，生住一雙清亮嘅眼睛，笑起上嚟左邊面仲有一個淺淺酒窩。過咗好一陣，我先回答林溪園。季東野對眼即刻一亮，嘴角高高揚起，好似發現咗乜嘢珍貴寶物咁，立即轉身向季夫人嗌：媽媽，我要呢一個妹妹。之後發生嘅一切完全超出我預料。我竟然真係俾季家領養咗，直到嘅車慢慢駛入嗰片熟悉到不得了嘅別墅區，我成個人仍然係完全懵嘅。上一世季家明明嚟過福利院，但冇領養任何細路，點解呢一世唔同咗？唔通只係因為我避開霍家，其他人嘅人生亦跟住改變咗？架車最後停喺一棟臨湖別墅前。季東野第一個跳落車，又急急腳繞去另一邊，幫我拉開車門。佢捉住我隻手，興奮啖帶我跑上2樓，推開走廊盡頭嗰道房門，入邊鋪住柔軟嘅淺色地氈，近窗擺住一張白色細床，床頭放住一隻全新兔仔公仔。落地玻璃窗外面係波光粼粼嘅人工湖，露台邊仲種住幾盆開得正靚嘅白薇。季東野滿心期待談問：呢間房點樣？有露台，仲望得到個湖。你如果唔中意，我哋再換一間。我望住佢嗰雙亮晶晶嘅眼睛，忽然意識到，由今日開始，我嘅人生真係行上另一條完全唔同嘅路。我細聲話：好靚，我好中意。季東野即刻笑咗，拉住我去睇衣櫃。櫃入邊掛滿季夫人臨時準備嘅小裙，由春裝到冬裝一應俱全，下面仲整整齊齊擺住10幾對鞋。季夫人企喺門口，溫柔話俾我知，呢啲都係趙院長提供嘅尺碼買，如果有唔啱身，聽日再叫人換。佢講嘢嗰陣一直留意我神情，好似一直擔心自己太過熱情會嚇親我。季先生就將一份文件交俾管家，叫對方盡快幫我辦理入學同戶籍手續。佢哋冇要求我即刻改姓，只話俾我知個名係屬於我自己嘅嘢。我想繼續姓林就繼續姓林，如果將來想姓季，佢哋亦會尊重我決定。聽到呢句，我個鼻忽然有啲酸。
上一世俾霍家領養之後，我個名同樣冇改，但係因為大師話貿然改名可能會損害替霍欽積落嘅福報，喺霍家眼中，就連保留個名都係一種有目的嘅安排。貴家卻冇提福報，冇講恩情，亦冇將我當成任何人替代品。佢哋只係因為貴東野想要一個妹妹，又覺得同我投緣，就決定俾我一個家。食晚飯嗰陣，我仍然有啲拘謹，每夾一啖餸都會先望下貴夫人神情。貴東野卻完全冇察覺我不安，一陣幫我夾蝦，一陣又將自己最中意嘅雞翼放入我碗。貴先生睇唔過眼，敲咗敲佢對筷子，叫佢唔好將妹妹隻碗堆到似座山咁。貴東野理直氣壯淡話，佢喺福利院一定冇食過咁多好嘢，當然要全部試一次。貴夫人俾佢逗到笑咗，又親手幫我盛咗碗湯。佢冇問福利院生活，亦冇逼我叫爸爸媽媽，只話以後肚餓就同阿姨講，想食咩都可以話。夜晚我瞓喺陌生又柔軟嘅床上，好耐都瞓唔着。窗外湖面映住月光，房門外靜到只聽到中央冷氣輕輕運作嘅聲。我以為自己離開霍家後會覺得輕鬆，但偏偏喺呢一刻諗起上一世好多事情。霍夫人第一次幫我梳頭，霍先生喺生日宴抱起我，霍尋企喺雨中幫我擔遮，嗰啲溫暖唔係全部假。正正因為曾經真實存在，之後嘅傷害先會咁痛。我蜷縮住身體，將塊面埋入被裏，提醒自己唔可以再諗。門外卻突然傳嚟輕輕敲門聲，我冇應，房門就俾人輕輕推開一條罅。貴東野抱住枕頭探個頭入嚟，問我係咪驚。佢話自己第一次換房都瞓唔着，所以特登嚟陪我。我仲未趕得切拒絕，佢已經將枕頭放喺地氈，包住張薄被躺咗落去。我問佢點解瞓地下，佢一本正經淡話：媽媽講過男女有別，唔可以同妹妹瞓同一張床，但係哥哥一定要保護妹妹，所以佢瞓門邊最適合。我聽住呢番自氣說話，眼眶忽然濕咗。上一世雷雨天入邊，霍尋亦曾抱住枕頭守喺我房門外。後來同樣係嗰個人將我吊喺冰冷嘅高速公路上。可能一個人細個嗰陣嘅善意係真，大個後嘅殘忍亦係真。時間唔會替任何一段感情作證，真正會嘅只有選擇。我冇叫醒貴東野，只係拎咗張厚啲嘅被冚喺佢身上。第二朝早，佢醒後發現身上多咗張被，高興到喺飯台炫耀咗成朝，話妹妹第一日返屋企已經識得心痛哥哥。貴先生嫌佢嘈，但係偷偷叫廚房多整一份我中意嘅甜品。貴夫人亦冇急住叫我融入陌生環境，而係推走幾日工作，親自陪我揀書包、買文具，又帶我熟習學校。貴家俾我嘅溫暖冇轟轟烈烈，但好似一盞一直亮住嘅小燈，一點一點驅散我心裏嘅陰影。一個月後，我同貴東野一齊入讀嗰間私立學校，命運再次令我同霍家有咗交集。開學第一日，我就喺校門口遇見霍尋同沈星。沈星着住同我一樣款嘅校服，頭髮俾霍夫人梳成精緻辮仔，手裏抱住全新書包。佢見到我後顯得非常驚訝，好快又露出笑容，主動跑過嚟問我係咪都俾人領養咗。我輕輕點頭話係。佢開心啖拉住我隻手，話自己依家叫霍星，仲指住唔遠處嘅霍尋向我介紹，嗰個係佢哥哥。霍尋企喺架車旁邊，聽到聲後抬眼望過嚟，睇清楚我塊面嗰陣，佢好似呆咗一下。可能佢仲記得福利院入邊嗰個流住鼻血，俾所有人笑嘅女仔。佢目光喺我同貴東野之間停留咗一陣，最後落喺貴東野拖住我嗰隻手上。貴東野完全冇察覺異樣，大大方方宣布：我都有妹妹啦，佢叫林溪園，比你妹妹聰明，亦比你妹妹靚。貴夫人喺旁邊聽到，立即提醒佢唔可以將女仔攞嚟比較。沈星面上笑容僵咗一瞬，又好快恢復自然。霍尋就冷淡望咗貴東野一眼，講咗句幼稚，就帶住沈星行入學校。
我本嚟以為我哋會由此保持距離，點知霍尋開始頻密出現喺我面前。午休嗰陣，佢會由高年級教學樓經過低年級活動區。放學嗰陣，佢總會啱啱好企喺貴家架車附近。有一次，我喺圖書館拎書，頭頂有本厚重字典突然跌落嚟，係佢及時抬手幫我擋住。我下意識退後，面色亦瞬間變到蒼白。霍尋望住我，一臉防備，眉頭微微皺起，問我係咪好驚佢。我搖頭道謝，轉身就走。佢卻捉住我書包帶，問我點解每次見到佢都避。我回頭望住嗰張仍然自亂嘅面，心裏湧出一種講唔出嘅疲倦。我想話俾佢知，我唔係討厭依家嘅佢，我只係害怕將來嗰個會將我逼上絕路嘅霍尋。但係呢啲說話唔可以講，我只能同佢講，我哋唔熟。霍尋沉默咗幾秒，慢慢鬆開隻手，之後好長一段時間，佢都冇再主動行近我。我以為呢段小插曲就咁過去，直到1年後嘅校慶，學校安排學生上台表演，老師發現我有鋼琴底子，就叫我替臨時病咗嘅同學伴奏。上一世，我由6歲開始接受最好嘅老師指導，好多首曲早已刻入記憶。重生之後，貴家雖然亦有幫我請鋼琴老師，但係我一直刻意收埋自己水平，唔想表現得太過異常。嗰日情況緊急，我只可以上台完成演奏。一曲完結，禮堂內掌聲雷動。坐喺台下嘅霍尋一動不動望住我，眼神複雜到唔似一個9歲細路。表演結束之後，佢喺後台截住我，問我以前係咪學過鋼琴。我話喺福利院跟義工學過少少。佢明顯唔相信，但冇再追問，只係低聲話：你彈琴嗰陣令我覺得好熟悉。我個心突然一沉。上一世我練琴嗰陣，霍尋成日坐喺窗邊睇書。佢從來唔會讚我，卻記得我彈錯嘅每一個音。有一次，我參加比賽前緊張到成晚瞓唔着，係佢陪我喺琴房練到天光。嗰啲記憶對依家嘅霍尋嚟講根本從未發生過，佢又點可能覺得熟悉？我冇回答，急急腳由佢身邊離開。之後幾年，我一直同霍家保持不遠不近嘅距離，因為兩家住喺同一個別墅區，又有生意往來，逢年過節難免見面。沈星漸漸適應霍家生活，亦學識禮儀、鋼琴同埋跳舞。佢活潑嘴甜，好識同長輩開心。霍夫人亦越嚟越同佢。只係每次同我見面，佢都會不自覺打量我身上嘅衫、成績同舉止。佢會買同我相似嘅裙，會喺我參加鋼琴比賽後報名同一個項目。聽到我學法文，亦立即叫霍家幫佢請外籍老師。我睇得出佢冇惡意，只係太害怕失去眼前一切。福利院嘅經歷令佢冇安全感，佢要不停證明自己唔比其他人差，先可以相信霍家唔會掉低佢。我從來冇拆穿，亦冇同佢競爭，但係我越退讓，佢反而越不安。10歲嗰年，學校舉辦畫畫比賽，我攞到1等獎，沈星只有優秀獎。頒獎禮完結後，佢將自己反鎖喺洗手間，喊咗好耐。霍夫人揾到佢嗰陣，佢正撕爛嗰張證書，不停話自己冇我咁優秀。霍家遲早會後悔當初冇揀我。霍夫人抱住佢安慰，話俾佢知每個細路都有自己長處。霍家既然揀咗佢，就唔會隨便放棄。嗰一幕啱啱好俾企喺走廊盡頭嘅我睇見，我冇行上前，只係靜靜離開。上一世我亦曾經害怕過。每次霍夫人攞住霍欽細個嘅想法來，我都會擔心有一日霍欽返嚟，自己就會無家可歸。但嗰陣所有人都話俾我知，我永遠都係霍家個女，直到霍欽真係返嚟，嗰句永遠先顯得特別諷刺。我唔希望沈星重複我嘅命運，但我亦冇能力代霍家作出承諾。返去嘅車上，我難得主動問貴夫人：如果你哋第時有咗自己個女，仲會唔會要我？貴夫人冇即刻回答，反而叫司機將架車停喺路邊。佢轉過身，認真望住我話：溪園領養手續完成嗰日，
你已經係我哋個女，以後無論發生咩嘢事，無論屋企多咗幾多個細路，呢件事都永遠唔會改變。血緣決定一個細路由邊度嚟，責任先決定父母會陪佢行幾遠。我呆呆望住佢，眼淚毫無先兆咁跌咗落嚟。貴夫人將我抱入懷裏，輕輕拍住我背脊。佢冇問我點解突然不安，只係一次又一次話俾我知，貴家道門永遠為我打開。貴東野知道呢件事後，嬲到成晚都冇理我。臨瞓之前，佢最後都忍唔住跑入我間房，黑住塊面話：林溪園，你記實，就算爸爸媽媽唔要你，我都會要你。我故意問佢，你點樣要我？佢俾我問住，谷咗好耐先話，咁我就將自己所有零用錢俾晒你，再分一半間房俾你。如果啲錢唔夠，我第時就出去做嘢養你。我望住佢認真到近乎可笑嘅樣，終於笑咗出聲。貴東野呢刻先鬆一口氣，伸出尾指叫我同佢拉勾。嗰一年佢12歲，我10歲，佢仲唔明承諾有幾重，佢喺之後漫長歲月裏面一次都冇鬆開過我隻手。我哋平平靜靜長大，霍家嗰邊卻漸漸出現變化。霍夫人一直冇停止過尋找霍欽，隨住時間過去，線索越嚟越少，佢身體亦越嚟越差。霍星發現，無論自己表現得幾優秀，都冇辦法取代失蹤嘅親生女。13歲生日嗰日，佢喺宴會飲咗幾啖果酒，拎去花園問我，如果霍欽有一日返嚟，佢係咪一定要離開？我話俾佢知，你應該問霍家人，唔應該問我。佢卻捉住我隻手話：溪園，我有時好羨慕你。貴叔叔同貴阿姨真係只當你係個女，東野亦都只認你呢個妹妹。但係我喺霍家住咗7年，房裏卻一直放住霍欽啲相。媽媽每次叫我星星，我都唔知道佢叫緊究竟係我，定係佢記憶入邊嘅霍欽。我唔知道應該點安慰佢，只可以話俾佢知，唔好將自己價值交俾其他人決定。就算有一日霍家真係變咗，你亦已經讀咗好多書，學識好多嘢，總可以靠自己生活。佢紅住雙眼問我，如果霍家唔要佢，貴家可唔可以收留佢？我冇代父母作主，只係話如果你真係遇到困難，可以過嚟揾我。嗰日之後，沈星對我嘅態度緩和好多。我哋算唔上朋友，但已經唔會再暗暗較勁。霍尋就變得越嚟越沉默。佢15歲之後就開始跟住霍先生接觸公司事務，舉止亦逐漸有咗上一世成年後嘅影子。每次佢用嗰雙冷淡眼睛望住我，我都會諗起高速公路上嗰場大雨，所以無論佢點行近，我始終同佢保持距離。16歲嗰年，學校組織冬令營，我哋搭嗰架旅遊巴喺山路上發生側滑，車身撞向護欄，半邊懸喺斜坡外面。學生嚇到尖叫，老師一邊安撫大家，一邊叫近車門嘅學生逐個撤離。我坐喺後排，腳眼俾變形座椅卡住，企唔起身。貴東野已經行到車門口，發現我冇跟上，立即逆住人群翻轉頭。佢跪喺地上幫我搬開座椅，手背俾尖銳金屬界出一道好深傷口。霍尋亦都由前排趕過嚟，想幫佢一齊救我。旅遊巴再次搖晃嗰陣，我見到霍尋塊面，上一世車禍嗰片火光頓時湧入腦海。我失控咁推開佢隻手，大聲叫佢離我遠啲。車廂裏瞬間靜晒，霍尋動作僵喺半空，面色一顛一顛變白。貴東野冇追問，只係除低外套包住我隻腳，同老師一齊將我抬出旅遊巴。我哋獲救後，霍尋獨自企喺路邊望住我，佢眼神裏面冇憤怒，只得一種令人睇唔明嘅受傷。當晚我喺臨時安置點發咗個噩夢，夢裏面仍然係傾盆大雨，霍尋坐喺車內同我講落車，無論我點求佢，佢都冇回頭。我由夢中驚醒嗰陣，貴東野正坐喺床邊，佢手背縫咗7針，反而調轉頭安慰我，話意外已經過咗。我望住佢纏滿紗布隻手，終於忍唔住問：你點解要返轉頭？架車隨時可能跌落去。
佢笑咗一下，話因為你仲喺入邊。我話如果我哋兩個都死咗，點算？佢沉默一陣，認真回答：咁我都唔可以將你一個人留喺嗰度。呢句說話好似一把鎖匙，打開咗我封閉多年嘅心。上一世有人將我掉喺危險裏面，而家卻有人願意逆住逃生嘅人群翻轉頭揾我。真正嘅在意從來唔需要靠傷害嚟證明，亦唔會逼另一個人用餘生贖罪。冬令營意外之後，霍尋揾過我一次，佢問我喺車上點解咁驚佢。我仍然冇辦法講出真相，只可以話俾佢知，我發過一個夢，夢見佢將我掉喺高速公路，我因而遇上車禍。霍尋呆咗好耐，之後問：嗰個只係一場夢，你就因為咁憎咗我咁多年？我搖頭話：我冇憎你，我只係唔想同你有關係。佢手指關節突然收緊，眼底閃過一絲壓抑情緒。最後佢只講咗一句：我唔會咁做。我冇同佢爭辯。上一世嘅佢可能都曾經以為自己唔會，但一個人喺憤怒同偏執之中可以做出幾多殘忍嘅事，只有真正經歷過嗰個先知道。高中畢業之後，我憑成績攞到英國一間名校嘅全額獎學金。貴家本嚟願意負責所有費用，但我仍然揀咗獎學金。一方面係因為我想證明自己，另一方面我唔想令父母覺得領養我就要付出永無止境嘅代價。貴夫人知道後冇責怪我，只係幫我準備好去外國生活需要嘅所有嘢。貴先生將一張銀行卡放入我行李箱，話俾我知獨立唔係拒絕家人幫助，遇到困難一定要開口。貴東野同我申請咗同一座城市嘅學校，佢明明收到更理想嘅取錄通知，卻堅持話嗰間學校嘅專業更加適合自己。我知道佢講大話，但冇拆穿。臨出發之前，霍家為霍尋同沈星搞咗一場宴會。霍尋亦準備去外國讀書，沈星就留喺國內學藝術。兩家認識多年，我哋自然受邀出席。宴會上，霍夫人握住我隻手，讚我優秀，又可惜咁話：如果當初霍家領養嘅係我，可能霍尋會多一個好妹妹。佢說話一落，沈星塊面即刻白晒。我抽翻隻手，平靜咁話：霍阿姨、沈星亦都好好，領養唔係揀商品，更加唔應該喺多年後比較得失。你哋當初既然揀咗佢，就應該令佢知道自己從來冇俾人揀錯。四周頓時安靜落嚟。霍夫人神色尷尬，想解釋自己只係隨口講。沈星卻紅住眼轉身跑咗出去。我追到花園嗰陣，佢正伏喺樹下喊。佢問我係咪所有人都覺得我比佢更適合做霍家個女？我話適唔適合從來唔係由成績同才藝決定。你喺霍家生活咗12年，嗰啲相處都係真。如果佢哋因為另一個人出現就否定你，唔係你唔夠好，而係佢哋冇守住自己責任。沈星抬頭望住我，忽然話：我終於明白你點解總想離霍家遠啲。佢唔知道我上一世嘅事，卻第一次睇明我對霍家嗰份戒備。嗰日之後，我哋間中開始聯絡。佢會同我講霍夫人身體情況，亦會問我外國生活嘅事。霍尋出國後，同我喺同一座城市，就算我刻意避開，兩間學校嘅華人活動仍然令我哋見過幾次。佢唔再似少年時咁直接截住我，只係遠遠望住。有一次我深夜由圖書館行出嚟，發現佢企喺馬路對面，天空飄住雪，佢冇擔遮，膊頭已經積咗一層白。我扮作睇唔到，直接行向巴士站。第二日，貴東野話俾我知，霍尋琴晚發高燒入咗醫院。我沉默咗一陣，最後仍然冇去探佢。唔係因為我冷漠，而係我太清楚一時心軟會帶嚟咩後果。我嘅善意曾經俾霍家當成理所當然，我嘅退讓亦曾經成為佢哋不停傷害我嘅理由。呢一世，我唔想再做嗰個因為其他人受苦就覺得自己有罪嘅人。大學第2年，
霍欽出現咗，佢俾警方由一間違規勞務中介安排嘅地下工場救出，確認身份後送返霍家。同上一世相比，佢提早2年返嚟，身體情況亦稍為好啲。雖然佢仍然喺外面捱過好多苦，但冇失去個腎，亦冇經歷之後嗰段倉促感情。消息傳嚟嗰陣，我正喺圖書館準備考試。沈星打電話俾我，把聲震得好犀利，只講咗一句：溪園，佢返咗嚟。我立即明白嗰個佢係邊個。我問沈星依家喺邊，佢話自己匿喺酒店，唔敢返屋企。霍夫人見到霍欽後太過激動，當眾叫傭人清空沈星間房，因為嗰間本來就係霍欽嘅房。霍先生雖然阻止咗，但亦叫沈星暫時搬去客房。更加令佢難受嘅係，霍夫人抱住霍欽喊嗰陣話：呢啲年媽媽冇一日忘記過你，屋企任何人都冇可能取代你。可能霍夫人只係想安慰失而復得個女，但呢一句說話落入沈星耳仔，就等於否定咗佢12年嚟嘅一切。我叫佢喺酒店等住，又立即聯絡貴夫人。貴夫人知道情況之後，當晚就叫人接沈星返貴家。佢冇追問霍家嘅家事，只係話客房已經執拾好，想住幾耐都可以。3日後，我請假返國，行入貴家客廳嗰陣，沈星正抱住膝頭坐喺梳化。佢見到我之後，忍咗好多日嘅眼淚，終於跌落嚟。佢話自己知道霍欽好可憐，亦願意將間房同父母嘅關注還返俾佢，但佢唔知道自己應該去邊。福利院已經唔再係家，霍家忽然亦唔再似一個家。佢甚至唔敢表現出委屈，因為只要難過就會顯得唔懂事，顯得喺度同受盡苦難嘅霍欽爭寵。我坐喺佢身邊，好似見到上一世18歲嘅自己。嗰陣冇人話俾我知，我其實可以委屈，亦冇人替我講一句呢件事唔係你嘅錯。我握住沈星隻手，話俾佢知，你唔需要將任何嘢還返俾霍欽。佢失蹤嗰陣，你只得6歲，佢經歷嘅苦難同你冇關。你可以同情佢，亦可以接納佢，但唔需要為證明自己善良就放棄本來應得嘅尊重。季東野坐喺對面，跟住話：如果霍家唔要你，貴家可以幫你揾屋、安排學校。你已經20歲，有能力建立自己嘅生活，唔需要等佢哋決定你留定走。沈星喊咗好耐，最後決定搬入學校宿舍。霍先生親自嚟貴家接人嗰陣，佢冇跟佢返去，只係提出要同霍家講清楚。佢話自己唔會爭屬於霍欽嘅財產，亦願意配合家人幫霍欽治療。但霍家一定要承認，佢仍然係依法收養嘅女，唔可以喺親生女返嚟後就將佢當成可以隨便調走嘅物件。霍先生沉默咗好耐，第一次認真向佢道歉。霍夫人最初唔明白，覺得沈星喺霍欽最需要屋企人嗰陣發脾氣，霍尋卻企出嚟支持沈星。佢提醒阿媽，當年領養係霍家主動作出嘅決定，沈星冇要求取代霍欽，更加冇搶走任何人嘅嘢。如果霍家將揾唔返親生女嘅痛苦發洩喺養女身上，嗰個唔係補償霍欽，而係傷害另一個無辜嘅人。聽到呢啲說話，我心裏五味雜陳。上一世霍尋亦曾經喺我俾人趕走後，將我接返霍家，但係佢從來冇咁清楚講過我係無辜。可能因為呢一世企喺嗰個位置嘅人唔係我，佢反而可以睇清是非。亦可能冬令營意外同我多年嚟嘅疏離，真係改變咗佢。霍欽返屋企後，接受咗有系統嘅治療。最初幾個月，佢極度冇安全感，成日喺深夜驚醒，亦會因為見到沈星同霍夫人嘅合照而情緒失控。霍家因此拎走客廳裏面大部分屬於沈星嘅相。沈星知道後冇爭吵，只係將自己所有嘢搬去宿舍。霍尋再次阻止父母，佢叫人將啲相放返原位，同時喺另一面牆重新佈置霍欽由細到大嘅相片。
佢話俾霍欽知，屋企可以同時留低兩個人生活過嘅痕跡，證明沈星存在過，並唔等於否定佢。霍欽表面接受，心裏卻慢慢對沈星產生敵意。更加令我意外嘅係，佢好快就留意到我。佢由霍夫人口中知道，當年喺福利院，霍家曾經考慮過另一個女仔，而嗰個女仔就係依家貴家嘅養女。佢又由沈星社交賬號見到我哋多年相處嘅相，發現霍尋望我嘅眼神同望其他人完全唔同。由嗰陣開始，佢成日向霍家人打聽我。第一次正式見面係霍家幫佢補辦嘅生日宴，我本來唔想出席，但沈星擔心一個人面對霍家，貴夫人就叫我陪佢一齊去。霍欽着住白色禮服，企喺宴會廳中央，面容同霍夫人有7分相似。佢身形仍然單薄，眼神卻比上一世少咗好多麻木。佢主動行到我面前，問我係咪林溪園。我話係。佢望住我幾秒，忽然笑住話：聽講當年爸爸媽媽爭啲揀咗你，睇嚟我應該慶幸佢哋最後冇揀錯，唔係星星依家都唔會咁幸福。呢句說話表面客氣，實際就將我同沈星一齊推入尷尬。我平靜回答：領養唔係考試，冇揀啱揀錯，霍家願意為沈星負責，佢先會幸福。霍欽笑意淡咗少少，又問我同霍尋係咪好熟。我仲未回答，季東野已經行到我身邊，幫我拎走手上隻空杯，話我哋同霍家只係鄰居。霍欽打量咗佢一眼，意味深長淡話：原來季少爺咁緊張自己個妹妹。季東野冇解釋，只提醒我季夫人正揾緊我。離開之前，我見到霍尋企喺唔遠處，目光由頭到尾都落喺我哋身上。當晚，霍欽喺樓梯跌咗落嚟，佢冇受重傷，只係扭親腳眼。傭人話事發前見到沈星由樓梯附近離開，霍夫人一時心急，當住所有人面質問沈星係咪推咗霍欽。沈星塊面慘白，反覆話自己根本冇掂過佢。霍欽瞓喺地上喊住替佢解釋，話可能只係自己唔小心，但佢嗰句星星唔係故意，反而令所有人更加懷疑上一世呢類事情亦曾經發生喺我身上。霍欽總可以用最柔弱嘅姿態令所有人認定我係害人嗰個。我快步行到樓梯旁邊，見到轉角擺住一個細小裝飾櫃，上邊正對住一個家庭閉路電視。霍家為保護啱返嚟嘅霍欽，幾乎喺所有公共地方裝咗閉路電視。我叫管家即刻調取錄像，霍夫人卻話霍欽仲瞓喺地上，先送醫院最重要。我話送醫院同查錄像並冇衝突，既然已經當眾質問沈星，就應該當眾還返清白俾佢。霍先生同意咗。10分鐘後，管家將錄像投放到宴會廳大屏幕。片段裏面，沈星的確行過樓梯，但喺霍欽落樓前已經離開。霍欽一個人行到轉角時停咗幾秒，之後踩住自己裙腳跌低，冇人推佢，亦冇任何意外。宴會廳一片死寂。霍欽面色發白，解釋自己只係記唔清，從來冇講過係沈星推佢。沈星望住霍夫人，眼淚喺眼眶打轉，但始終冇跌落嚟。佢只係問咗一句：媽媽，你頭先點解連問都唔問，就覺得一定係我？霍夫人張開口，話自己只係太擔心霍欽。沈星笑咗，笑容裏面全係失望。因為擔心親生女，所以就可以隨便冤枉養女，呢個就係霍家上一世教俾我嘅道理。沈星冇再爭辯，轉身離開宴會廳。霍尋追咗出去，霍先生亦叫司機送佢。霍欽坐喺地上，望住我嘅眼神，第一次露出明顯怨恨。宴會結束之後，佢喺花園截住我，問我點解一定要調閉路電視，令佢喺所有人面前難堪。我話因為沈星冇做錯。佢冷笑住問：你以為幫佢就可以顯得自己好善良？你哋全部人都擁有我本來應該有嘅人生，讀好學校，着靚衫，俾爸爸媽媽同哥哥保護。依家我只係想攞返少少屬於自己嘅嘢。
你哋點解仲要逼我？我望住佢蒼白嘅面，心裏唔係完全冇同情。佢喺外面受過嘅苦全部都係真，佢嘅憤怒亦有來源，但受過傷害唔代表就可以傷害其他人。我話俾佢知，你應該攞返嘅係身份、親情同本來屬於你嘅財產，唔係靠冤枉另一個無辜嘅人，證明自己更值得俾人愛。霍欽紅住眼話，如果當年唔係沈星被領養，如果霍家將所有錢都用嚟揾我，我可能一早已經返嚟。我反問佢，你失蹤嗰陣，佢同樣只有6歲，佢可以決定霍家啲錢點使咩？霍欽講唔出聲，最後轉身離開。嗰晚之後，佢對我嘅敵意再冇掩飾。佢開始向霍尋講自己對我嘅不安，話我處處維護沈星，係因為想睇霍家內亂。佢又同霍夫人講，我曾經私下話霍家薄情，唔配做父母。呢啲說話半真半假。我的確對霍家做法失望，但從來冇刻意挑撥。霍尋冇好似上一世咁直接相信佢。佢揾到我，問我同霍欽之間發生過啲乜。我唔想解釋，只話你哋屋企嘅事同我冇關。霍尋卻擋住我去路，低聲話：林溪園，你明明從來冇入過霍家，點解望住我哋嘅眼神，總似經歷過好多事情？我心裏一驚，勉強扮鎮定話：你諗多咗。佢又問我記唔記得冬令營嗰陣講過嘅夢？嗰場夢係咪仲有其他內容？我抬頭望住佢，第一次發現佢眼底亦藏住濃重不安。佢話呢啲年反覆夢見同一條高速公路，夢裏有個女人企喺暴雨入邊拍打車窗，佢睇唔清佢塊面，卻感覺到自己正失去最重要嘅人。每次夢醒，佢心口都會痛到透唔到氣。我沉默咗好耐，問佢：如果嗰場夢係真，你會點做？佢幾乎冇猶豫，我會停車帶佢返嚟。我笑咗一下，話：但夢裏面嘅你冇。霍尋面色突然蒼白，佢伸手想拉我，我卻退後一步避開。我話俾佢知，夢就係夢，唔使追究。無論上一世定今世，我都唔想再同佢糾纏。大學畢業後，我返國進入貴氏旗下公益基金會，負責失蹤兒童援助項目。揀呢份工作，一方面係因為福利院經歷，另一方面亦係因為霍欽。我一直喺度諗，如果當年有完善嘅尋親系統，如果霍家冇將希望寄託喺所謂福報上，而係投入更專業嘅調查，佢人生會唔會變得唔同？我唔覺得自己欠霍欽，但係希望盡力幫更多細路避開佢嘅命運。季東野畢業後進入貴氏集團，佢已經唔再係細個嗰個成日嗌住要保護妹妹嘅男仔，工作時沉穩果斷，唯獨面對我嗰陣，仍然保留住少年一樣嘅耐性。我哋返國第2年，佢喺福利院舊址改建嘅兒童活動中心向我表白。嗰日冇花，亦冇圍觀人群，佢只係將一份文件遞俾我。文件入邊係佢用個人名義成立嘅援助基金，個名叫溪流計劃，專門幫助離開福利院後冇能力繼續升學嘅後生仔女。佢話：林溪園，我以前成日話要養你，後來先發現你根本唔需要任何人養。你比我想象中更加堅強，亦比我行得更遠，所以我唔想再講保護你，我只想問你願唔願意俾我陪你一齊行。我望住文件上面嗰3個字，好耐都冇出聲。季東野緊張到手心出汗，但係冇催我。佢話如果我唔願意，今日啲說話就當冇聽過。佢仍然會做我屋企人。我問佢由幾時開始中意我，佢笑住話：大概係6歲嗰年，你明明驚到瞓唔着，仍然識得幫我冚被，亦可能更早喺福利院第一次見到你，就覺得如果錯過呢個妹妹，自己一定會後悔。我終於點頭，季東野呆咗幾秒，先小心翼翼握住我隻手。佢冇即刻抱我，而係先問我可唔可以。我笑住話可以，佢先將我擁入懷裏。嗰一刻，我冇轟轟烈烈嘅心跳，只覺得無比安心。原來真正健康嘅感情，唔係令人不停猜測自己係咪被愛，而係每一步都有尊重，每次行近都有回應。
我哋關係公開後，兩家長輩都好高興，只有霍尋沉默咗好耐。佢喺貴氏周年宴揾到我，問我係咪因為季東野救過我，所以先揀佢。我話唔係因為某一件事，而係因為呢啲年無論發生咩事，佢都從來冇掉低過我。霍尋眼神好似俾啲嘢刺痛，佢低聲問：如果當年喺旅遊巴入邊先救你嗰個係我，結果會唔會唔同？我回答唔會，感情唔係一次搶先，亦唔係邊個喺危險入邊表現得更加英勇。我同季東野之間有10幾年真實相處，但你同我之間只有一份連你自己都唔明白嘅熟悉感。霍尋問：咁條高速公路呢？對你嚟講到底代表啲乜？我冇回答，轉身離開。1個月後，霍欽失蹤經歷嘅真相出現新線索。基金會同警方合作整理舊案嗰陣，我喺一份拐賣集團成員嘅口供裏邊見到霍家舊司機個名。當年霍欽唔係喺人群意外走失，而係俾霍家競爭對手收買嘅司機故意帶嚟商場。對方本來只想利用個細路威脅霍先生退出一個項目，件事失控後，司機怕承擔責任，將霍欽交俾外地一對冇生育能力嘅夫婦。嗰對夫婦最初對佢都算唔錯，後來男方染上賭癮，頭家好快就散咗。霍欽輾轉流落好多地方，先經歷之後嗰啲苦難。更關鍵嘅係，霍先生當年曾經懷疑過嗰個司機，但因為對方掌握公司賬目漏洞，佢怕調查擴大會影響企業上市，所以接受司機辭職，冇再繼續深挖。即係話，霍家唔係因為領養咗一個女先耽誤尋找霍欽，真正令線索中斷嘅係霍先生喺親情同利益之間作出嘅選擇。我將資料交俾警方，亦通知霍先生配合調查。霍先生睇完口供後，成個人好似一瞬間老咗10年。霍夫人知道真相，當場暈低。佢呢啲年一直將痛苦怪落命運身上，甚至遷怒嬸聲，卻唔知道老公曾經離真相只有一步。霍欽更加冇辦法接受，佢衝入霍先生間書房，將所有嘅文件掃落地，質問佢點解為咗公司放棄自己。霍先生反覆話，當時唔知道司機同失蹤有關，只以為對方挪用公款。霍欽卻唔願再聽。佢話如果佢當年肯再查多一步，自己可能唔使喺外面漂泊13年。嗰一日，霍家所有人終於明白，真正需要為霍欽苦難負責嘅人，從來唔係被領養嗰個細路。沈星知道真相後，冇幸災樂禍。佢返霍家陪霍夫人住咗幾日，又幫霍欽聯絡心理醫生。但霍欽冇因此放低敵意，相反，佢接受唔到自己憎錯咗人，更加冇辦法將所有怒火發洩喺已經後悔到不得了嘅爸爸身上，所以再次將目標轉向我。佢覺得如果唔係我參與舊案調查，呢一段真相唔會喺佢毫無準備嗰陣曝光，霍家亦唔會陷入混亂。佢偷偷入基金會辦公室，想刪走部分證據，又將一份捐款賬目複製出去，匿名舉報貴氏基金會挪用善款。舉報好快引起輿論，網上有人質疑我借公益項目幫貴家洗黑錢，亦有人翻出我嘅領養經歷，惡意猜測我接近豪門嘅目的。貴氏股價受到影響，基金會多個合作項目被迫暫停。貴先生冇怪我，只叫法務配合調查。貴夫人擔心我受唔住輿論壓力，連續幾日陪我工作。季東野就公開接受訪問，表示所有賬目都可以接受獨立審計。如果基金會有問題，佢願意承擔全部法律責任。佢冇用權勢壓低新聞，亦冇叫我匿埋，而係同我一齊整理每一筆款項。3個星期後，審計結果證明盤數完全冇問題。警方亦由辦公室門禁同網絡記錄鎖定霍欽。霍家想私下同貴家和解，但係季東野拒絕。佢話可以理解霍欽受過嘅創傷，但唔可以令創傷變成犯法嘅理由。最後喺我請求之下，貴家冇追究最嚴重嘅商業損失，只要求霍欽公開澄清同接受強制心理治療。
霍欽喺記者會承認自己偽造部分資料嗰陣，成個人不停發抖。記者問佢點解針對我，佢突然對住鏡頭喊，因為佢乜都有，佢有疼愛佢嘅父母，有願意為佢翻轉頭嘅哥哥，有好學歷同事業，就連我親哥哥都中意佢，但我乜都冇。我喺台下望住佢，心裏只剩悲哀。佢一直將人生當成一場分配唔平均嘅宴席，覺得其他人多攞一件蛋糕，自己就少咗一件。但佢真正欠缺嘅，從來唔係我嘅人生，而係面對傷痛，重新建立生活嘅勇氣。記者會結束後，霍尋喺停車場截住我，佢代霍欽向我道歉，又話已經安排佢接受治療。我同佢講，應該道歉嗰個人唔係你。佢卻話上一世應該道歉嗰個人都係我。我腳步突然停低，霍尋企喺昏暗燈光下面，面色蒼白，眼底全係血絲。佢話自己全部都諗翻起幾日前佢揸車經過嗰段高速公路，前面發生追尾，刺耳剎車聲令佢當場失去意識。昏迷入邊，佢見到上一世所有事情，佢見到我俾霍家趕走，見到自己強行將我接返去，又見到霍欽一次又一次同佢講自己有幾痛苦。佢明明愛我，卻唔敢承認。佢覺得承認愛我就等於背叛親妹妹，亦等於無視霍欽受過嘅苦，所以佢將感情扭曲成控制，用贖罪做借口將我困喺身邊。佢娶我唔只係為咗折磨我，更加因為佢接受唔到我離開。但係佢從來冇學識點樣愛人，只識不停用傷害證明我仍然屬於佢。結婚第3年嗰場爭吵，係因為我發現霍欽偽造證據，想同佢離婚。霍尋唔相信我，覺得我又喺度針對霍欽。我話自己已經還夠，再都唔欠霍家。盛怒之下，佢將架車停喺高速公路旁邊，逼我落車。佢本來只係想駛出幾百米，令我害怕，逼我向佢低頭。但就喺佢準備掉頭嗰陣，後面發生連環撞車。等佢衝返現場，我已經被捲入車禍。霍尋講到呢度，把聲幾乎冇辦法再繼續。佢話俾我知，上一世我死後，佢喺醫院殮房守咗3日。霍家想壓低件事，霍欽亦勸佢接受呢次意外，但係佢最後仍然向警方承認係自己將我遺棄喺高速公路。佢因危險駕駛同遺棄行為接受調查。霍氏亦因一連串嘅醜聞陷入危機。後來佢查清霍欽曾經多次誣陷我，但一切已經冇辦法挽回。上一世最後，佢喺我出事嗰段高速公路旁邊企咗成晚。第二朝早，一架失控嘅車衝向護欄，佢冇避，再次醒返。佢返到8歲，但冇即刻擁有完整記憶，只剩一啲破碎夢境同對我嗰份熟悉感。直到前幾日經過意外現場，所有記憶先徹底恢復。我聽完後沉默咗好耐，原來重生嘅唔止我一個，難怪霍尋會喺福利院望住我，難怪佢聽我彈琴嗰陣覺得熟悉，難怪呢啲年佢反覆夢見嗰條高速公路。但知道呢啲並冇令我釋懷，亦冇令我重新愛返佢。我問你同我講呢啲係想我原諒你？霍尋搖頭，眼淚第一次由眼眶流落嚟。佢話：我冇資格求你原諒，我只係想你知道，上一世唔係你欠霍家，係我欠你。我會用剩低嘅時間償還，但唔會再要求你留喺我身邊。我望住呢個曾經令我愛過、經過、亦憎過嘅男人，心裏最後一點執念終於散去。我同佢講，償還唔係繼續糾纏，亦唔係用痛苦感動自己。你如果真係明白，就照顧好沈星，幫霍欽面對自己嘅問題，亦唔好再令霍家嘅錯傷害任何無辜嘅人。至於我已經有自己嘅人生。霍尋合埋眼，過咗好耐先點頭。佢側身讓開條路，冇再捉住我，亦冇再問我可唔可以回頭。我行出停車場嗰陣，季東野正擔住遮等喺出口，外面落住大雨，地面水光令我諗起上一世最後嗰一晚。我企喺原地，身體下意識發抖，
季東野冇催我，只係行過嚟將把遮傾向我，輕聲話：架車停喺前面，如果你唔想搭車，我哋就喺呢度等到雨停。我抬頭問佢：你唔問霍尋同我講咗啲乜？佢話：如果你想話俾我知，我會聽；如果你唔想講，嗰啲事情就留喺過去。我望住佢，忽然伸手抱實佢。季東野愣咗一下，跟住穩穩抱實我。我話：我哋結婚啦。佢成個人僵住，過咗幾秒先低頭確認：你頭先講咩？我笑住重複：我話季東野，我哋結婚啦。佢眼眶瞬間紅咗，卻故意問我係咪俾雨淋到傻咗。我踮起腳吻咗佢一下，話：你如果唔願意，我可以收返。佢即刻將我抱得更緊，連聲話唔准收返。我哋婚禮定喺第二年春天，冇誇張排場，只請咗屋企人同真正親近嘅朋友。季夫人親自幫我整理頭紗，喊到雙眼通紅。季先生拖住我隻手行向禮台嗰陣，掌心微微發抖。佢話：溪園，當年東野喺福利院一眼揀中你，係佢呢世做過最啱嘅決定。我笑住話，亦係我最幸運嘅一日。行到紅地氈盡頭時，季東野向我伸出手，佢冇急不及待將我拉過去，而係好似多年前表白嗰陣咁，安靜等我自己選擇。我將隻手放入佢掌心，聽到佢話歡迎返屋企。霍家冇出席婚禮，霍尋只係託人送嚟一份禮物，係一本修復好嘅舊琴譜。嗰本係上一世我最珍惜嘅嘢，車禍後燒毀咗一半。佢憑記憶重新整理每一頁，但冇留下任何要求我回信嘅說話。沈星送嚟一束滿天星，仲附上一張卡。佢已經正式搬離霍家，喺自己工作室附近租咗間屋。霍先生為當年嘅錯付出代價，辭去集團職務，配合警方調查舊案。霍夫人接受治療後，終於學識唔再用眼淚同內疚綁住兩個女。佢恢復咗沈星間房，亦鄭重向佢道歉。霍欽經過長期心理治療，情緒逐漸穩定。佢冇即刻同所有人和解，但開始學一門技能，亦加入尋找失蹤兒童嘅義工項目。半年後，佢寄咗封信俾我，信裏冇求我原諒，只承認自己曾經將痛苦變成傷人嘅武器。佢話過去一直以為只有搶走其他人嘅幸福，先可以證明命運虧欠自己。依家先明白，其他人嘅光唔會令佢人生更黑，真正困住佢嘅係唔肯向前行。我冇回信，但將封信收好，唔係因為我哋會成為朋友，而係因為佢終於願意為自己人生負責。結婚第3年，基金會建成第一間專門幫福利院細路繼續升學嘅學校。揭牌嗰日，我再次返到細個生活過嘅福利院，舊樓已經翻新，以前會漏水嘅宿舍變成光猛閱讀室。李阿姨一早退休，聽到我返嚟，特登趕過嚟見我。佢拉住我隻手，望完又望，感嘆我當年咁瘦咁細，冇諗到依家可以幫到咁多人。我企喺嗰間熟悉大堂，仿佛再次見到6歲嘅自己。嗰個細路故意舐濕條褲，撞傷鼻梁，只為逃離一個注定悲慘嘅未來。嗰陣佢以為只要唔俾霍家領養，就可以平安過完一世。但真正改變命運嘅，唔只係佢避開邊個，而係佢後來學識揀邊個，相信邊個，亦學識喺受到傷害嗰陣堅定保護自己。活動結束後，季東野抱住我哋個女企喺門口，小女孩啱滿2歲，手裏轉住一隻兔仔公仔，見到我就張開雙手嗌媽媽。季東野笑住問我點解去咗咁耐，我接過個女，話諗起一啲細個嘅事情，佢冇再追問，只係幫我整理俾風吹亂嘅頭髮。返屋企途中，我哋經過嗰片熟悉嘅別墅區，霍家老宅道院門緊緊住，季家啲白眉卻開滿成幅圍牆。個女趴喺車窗興奮啖數花，季東野放慢車速，耐心等佢數完。我靠喺座椅，望住夕陽一點一點落入湖面，心裏再都冇恐懼。上一世
我一直以為幸福係霍家施捨俾我嘅禮物，所以當佢哋收返嗰陣，我連反抗都會覺得內疚。呢一世我先明白，父母嘅選擇唔係細路嘅債，其他人嘅苦難亦唔係無辜嘅人一定要背負嘅罪。真正嘅家從來唔係一棟豪宅，亦唔係寫喺戶籍上嘅姓氏，而係你狼狽嗰陣唔會嫌棄你，你害怕嗰陣願意留低，你做錯嗰陣教你承擔，但係絕對唔會用愛做傷害你嘅理由。夜晚個女瞓着後，我喺書房整理舊物，由箱底翻出季東野細個同我拉勾嘅相，相入面佢咧住嘴笑，我就成面拘緊，手指卻緊緊勾住佢隻尾指。季東野由後面抱住我，問我睇緊乜。我將張相遞俾佢，故意問當年係邊個話，就算爸爸媽媽唔要我，都會將零用錢全部俾晒我。佢耳根微紅，話細個唔識嘢，零用錢邊度夠養你？我問咁依家呢？佢親咗親我額頭，話依家都唔使我養，你有自己事業、自己理想，比我叻得多。我可以做嘅就係喺你需要嗰陣陪住你，回頭嗰陣俾你見到我。我笑住靠入佢懷裏，窗外又落起雨，雨點輕輕打喺玻璃上，但再都唔似上一世咁令我窒息，因為我知道無論場雨有幾大，門外總會有人等我返屋企。至於霍尋，後來我只係見過佢一次，嗰次係失蹤兒童公益項目周年活動，佢以霍氏基金代表身份捐出一筆長期援助資金，全程冇單獨同我講過一句。活動結束時，我哋喺人群裏短暫對望，佢向我輕輕點頭，我亦有禮貌回應。嗰一刻冇愛亦冇恨，只剩低對一段已經結束嘅人生最後告別。佢終於冇再追過嚟，我亦冇回頭。我哋各自行向唔同出口，好似兩條曾經錯誤糾纏嘅路，終於返去本來屬於自己嘅方向。好多年後，有人問我，如果可以重新選擇，係咪仍然願意經歷呢一切？我諗咗好耐，最後冇俾答案。痛苦唔值得感謝，傷害亦唔會因為後來得到幸福就變得合理。如果可以，我當然希望6歲嘅林溪源從來冇流落福利院，希望霍欽冇失蹤，希望沈星唔使用一世證明自己值得俾人愛，亦希望上一世嘅我冇死喺嗰場大雨裏。但係人生冇辦法刪走已經發生嘅部分，重新嚟一次。真正俾我嘅唔係預知未來嘅能力，而係拒絕重複悲劇嘅勇氣。我唔再因為其他人揀我就感恩到失去自己，亦唔會因為其他人離開就懷疑自己唔值得俾人愛。我可以接受善意，亦都可以拒絕傷害。我會幫自己作決定，亦都會承擔決定帶嚟嘅結果。個女讀小學嗰年，老師布置一篇關於家嘅作文，佢趴喺台上寫咗好耐，最後拎俾我睇，紙上歪歪斜斜寫住：家係媽媽夜返嗰陣，爸爸會一直開住門口盞燈。見到呢句，我忽然紅咗眼圈。季東野正喺廚房切生果，聽到個女叫佢，即刻抹乾雙手跑出嚟。佢以為我唔舒服，緊張答問發生咩事。我搖頭，將篇作文遞俾佢。佢睇完後得意淡話：睇嚟我平時表現唔錯。個女撲入佢懷裏，又認真補充：家亦係媽媽會返嚟。嗰一刻，我終於明白自己一早已經唔再係嗰個企喺福利院大堂等其他人揀嘅細路。我有一個可以返去嘅地方，亦成為咗其他人等緊返屋企嗰個人。命運曾經令我誤以為霍家嘅選擇決定咗我價值。但係跨過2世之後，我終於親手改寫答案。冇任何人生嚟就應該替另一個人嘅苦難贖罪，亦冇任何恩情值得用尊嚴同生命償還。愛如果要一個人不停受傷嚟證明，嗰個就唔係愛。真正嘅愛會俾人選擇，會容許離開，亦會喺漫長歲月裏面用一次又一次堅定行動話俾你知，你唔需要完美，唔需要討好，更加唔需要償還，你只需要好好活成自己。窗外場雨漸漸停咗，季東野打開道門，花園裏啲白薇比雨水洗到更加明亮。個女拉住我哋跑出去睇彩虹。
我企喺陽光下面，一隻手拖住愛人，一隻手拖住個女，忽然諗起重生嗰日，6歲嘅自己喺心裏許下嘅願望。嗰陣我只求遠離霍家，只求平安長大。依家我唔單止平安長大，仲有咗事業、家人同可以坦然面對過去嘅勇氣。原來擺脫一段悲劇最好嘅方法，從來唔係等傷害你嘅人後悔，亦唔係睇住佢哋付出同樣慘痛代價，而係由此唔再將自己人生交到佢哋手上。霍家欠低嘅，由霍家自己承擔。霍尋嘅後悔由佢自己消化，霍欽嘅傷口亦只能由佢自己面對。至於我嘅餘生唔再用嚟贖罪，而係用嚟生活。我抬頭望向雨後天空，彩虹跨過成個湖面，季東野喺旁邊叫我個名，我笑住轉身向住真正屬於我嘅家行去。